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你还有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样类语中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豫场特别日，知人心追叫追破雨，今年松山气宇轩昂。李个太太见肥鱼，粉性而漂亮，比追破友也年轻20岁，里都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，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肥鱼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肥鱼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真是为人见人爱。这个一家四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再幽默，再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类语，伊是力求拿单于先生牛志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志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，尤其是单于先生辣类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类语的这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，在这把弹扇上呢，就做了很大的文章。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，当然我也想过大难翻译跳出这个老路。但是我追兵，我离开只追破有这个3个字，我受伤，我没经济，没事业，我大多数为让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是特子服从，为是服从，我来让回避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，平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做你的讲闲话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想是无来。你坐吧。哎，是我来个打开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夏医生，一口没把手指砰塞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，长得羞羞红。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的下去的，那个反应，反应看得清清爽爽。平，这把扇子你不会忘吧？难会得忘记，因为我和你之间的头衔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向开始。3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，还辣盖只客厅。我记得你身浪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袍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准胸口头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啊，漂
漂亮的了三个像一幅玉物啊！这个一把豆手就是个手面上昂的柄，我顶顶欢喜里的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手面浪向应该画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矿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几乎得里是早才想起。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了一沓，对历史，对文学，对诗词，对艺术，这边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我得里几乎是符合不得。于此不困永清荣。大天进来一出，提点了广东外国，昆出命令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。是请追来要到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夫了屋里，谁请杜少爷陪着太太一道来奔一个面子吧。既然这个一份邀请，我是欣喜撒光，因为我让夫妻来高的辰光，随迷上之昆曲，雨有惊梦，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，我打扮诗词，下雷上马车，就归在弄女皮的车棚拉下来。花车棚香。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您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打扮的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里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！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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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路浪向是风光富艳，引来是扶手的最美，但是谁懂个目光？我心里想，各种市场、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遇过的。到广东外国进包厢收店，台浪向相对顺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蓝瑞信呢？哎，叫啥个蓝瑞信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水道。哈哈哈！公主、周夫人妇如东海，手比南山。谁让个目光盯老子包厢里向杀那啷口？我其实不知所措，外公弟来带着这边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 我心里想一眼，眼里喜叫我落来。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。我心里想，释放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浪向真戏开场，这个2个角色一得栩栩人什么身份？我看得实在是吃感慨肺腑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徐那里送给我这把豆手浪向，或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2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顶顶肉里让勾引试探，万一真是个才女。我还想送个福，仕女都浪向看出这里个内心世界。2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喝水喝了后续，对呀。大丽娘口子了让上买单，其实你不算是了寻寻觅觅寻觅自家的知己嘛。朗朗清清。哦，原来写的是松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然思春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个复活呢？我看出这里个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逻辑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着，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河浪向的大丽娘。对呀。我反而不算是一直拉寻寻觅觅嘛。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我尝尽这朗朗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
小我再有2个字，亲。对，都2朵眼里滴答投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口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对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你才。我万万分想着，想自家73个追兵，正如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始作知己。突然之间，我调过身去，哈啦，我里来入怀中。我拿自家对那个冲动、爱慕、动人，统统推到自己的门前。谁说啊？两高头，神传之一个，不该神传一个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，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在于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搿个伤病，三个拿追兵梦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侬把手子去还不离。这把扇子。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烧了吧？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是特水后花，心意空。你是少清光太后都开宫，那与为的
从不会当错。既然你眷恋我，岂能够抛弃我？离开你，所谓的红花也将空。我是朝朝死这生死过，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公神，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也必真，你不能计量新世纪，谁将它公公对对是其中懂。昔人是欲言后沟，难道你非以莫语死啊狗？你怎能够得别人责怪我？况且这家素来从体面，有人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是体面，告诉你最佳被谁我都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私生子，你需要后一路女来抵欧，是你弟弟最最他告诉我。非议啊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事送金女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言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要我在哪条路？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两代的欺负。送来日的放水日，是放水。生啊去，是之梦，是这梦。是这梦。
浪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还是应该是别开生面。所以我专门去忙师傅的搿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近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搿个里向充分来表示搿个专门里从难中痛苦，里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师傅的身浪向重新寻找到自我啊。说是专门里决定到矿上去的顶担心的，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比啊！上天，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位羊，是一位可以让我专门重新做人的羊，你不能比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不开就不开了。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难嘴哦？大少爷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见么不能见，听总还听听个咯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飞机走过到脑子里，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天的死闹啥水，你都听那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有满腹花儿要与你待，夜深风，思不来，花在香，永远像梦是用心来。师傅啊，你我只不相离真切，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杯，我爱你夜来风雨心口也，我爱你小鸟一人是谁？你对我是否也相逢真悲？这地的恩情，我只兄为你太执着，我心就亏。只相爱后一亏，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。来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好，其实大少爷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呢。师傅虽然讲分读故事，但这个句闲话的分量你听得出。不，大少爷，您怎么会是罪人呢？别谈着大少爷，您说我听着呢。难生。像师傅讲起来，属于比较年纪轻、比较纯洁，有交关心思，这个不应该拿平台传统搿种非常烂口的闲话去表现的。所以呢，有交关物事，这个应该从讲解点搿个人家朗诵啊，把关于搿种影视方面的表演啊，应该讲解一点。我这一年都是要真心欢喜我师傅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我师傅
有啥个资格追究哪个过去呢？大少爷，您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不，您别说。不，你让我说。不，大少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以往的一切我都不计较的。搿个闲话懂啊？我事体师傅搿晓得惯。葛末师傅既然呢晓得你啥体分门呢？懂了，懂，是因为欢喜自家，所以姑娘让背头宽容自家，理解自家，真是理解万岁。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要打你讲，我也是要告诉你，凤大少爷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有了交往以后，我真是生不如死。有些话我说出来，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信，大少爷，您的话我都相信。相信？哼！你信口相信史高郎一句，还不能相信这边个杂志。芳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我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做梦。哦，每日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我了。每个都是噩梦。我合上双眼，噩梦纷纷至，难得有几次道理这短短的，于是在一种仙人来使我学。他们是三世界的空神会，于是在家务上边手中刺，打得我遍体鳞伤血斑斑，于是在几生我来世遇，他在那黄土笼中快，所以这不是爱，这也不是情，这是债，是孽，是一生都还不清的债。我几次谁非我相信，不，大少爷。但是我回来我分析，你还晓得为啥分析？为什么？谁是因为你？谁是因为你？是你把我狗杀的。你是谁家吹来的风？两岁岁十胸怀，不觉心中一扫阴霾。你多体贴好一位，像天使将我双手采，我走出我的头路，又带起来我的风啊！只要此生能与你私逢伴，永生永世我与你两相师父，你要相信我，原谅我当年的一念之差。我明天就走了，但是我的心会留在这儿。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堂堂正正的领进周家。你要相信我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的个鱼越落越大，这个一番闲话了，反而是抖抖嗦嗦，听得相当的吃力。但是大概的意思你听懂了，一个字会。你按了自家所做的一切，你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呢，包括你自家。
该是追兵啊！你再对不起个人，你却早死不地。你也想想我呢啊！你没有嘴良知，我毁了这个闷得杀人的嘴公锅里，你也让我活来绿杀啊！口口声声也想报他路人的痛苦，实际上想那谁是为一个男人细心依据的本性来让心交口。那么我大家看看师傅听我里个番说话，会得有啥个反应呢？师傅真的感动，窦山牙刚也堂堂正正探我进门。虽然个句我曾经讲过记住，但是今朝听了耳朵玻璃，再杀人。窦山牙讲你是个罪人，一个人犯子错，我看承认自家有罪，这个也有几乎大的勇气，所以我反而觉着。那窦山牙是天底下最狠的狠人，想得挨打娘们的斗人发罪地步忘记的，长线一把，这手长忙中啊的潘我，哎呀，你哪开得路呢，师傅啊？我知我，今天死也不开了，哪个气量能个到呢？哎，说是反义啊，女人的爱有两种，一种是拿对方紧紧扎了水的死都不放，还有一种呢？是以宽容的心，让对方过得更加舒畅，更加幸福。你属于现在呢？师傅谁属于后在？周兵看见敞开，激动啊！虽然窗板浪向打一打，啪跳到里向。大少爷，师傅，平放！可14岁是搿点副杀克了，你想得到？不扎劲啊！没办法，只好嘴巴里向闹嘛，两个人紧紧相拥，像这样用。窗户开得实当当，范义跟过来立了窗跟水嘛，忙得里向就清清爽爽。过些辰光，范义搿张面孔啊，就百里飞青嘛，青里飞红。第二回我演的这个樊姨是亲眼看到周平和四凤已经拥抱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受刺激的，是一个几乎要疯狂了的樊姨，所以我第二回的唱段比较激昂，是用王月香调来唱的，所以唱到最后节奏非常的快，表现出他此时心里的一种愤怒啊，一种绝望啊，哪怕就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拼到底。你去想现在辰光的飞机啊，真正三个像二手摩的想法，连那个雨堆里向一动不动。大雨倾奔雷龙刮风霹雳天。
我的翻译一上去的话，就是那时候的翻译已经是自尊已经没有了。其实樊姨的高傲是非常突出的，她的那种秉性的那种自信，这种孤傲的那种性格，但是在最后一回书当中，把她荡然在求平的当中荡然无存了。刚刚师傅屋里向搿一首唱难为的打不开，难啊，是难。万一，难搿份情，我理解。但是那个情太自私，太怕人了。那方才啊，分明那是要我死啊！所以师傅呢？你随了让我追兵再迷茫的辰光，你打开了搿一手窗，还是现在辰光我再回转去，我会想人的啦。翻译，平，站在你面前的周平，不是3年前的周平，他不会，他绝不会带一个母亲私奔。不。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是的，这是你亲口说的。是我说的。你可以不是周朴园的妻子，可我是他的儿子。我走到天边，我依然是他的儿子。你懂？你什么都懂。你知道我真想说一句心里话。什么？我恨不得你去死。范姨，到现在辰光，真的小房子，彻彻底底的小房子。一个小房的女人是非常可怕的，让你胸口的欲望恨烧制起来。好，请你等一等。而且说了很绝情的一句话：“我恨不得你死。”那时候的樊姨是绝望了，彻底的绝望了。然后他的绝望就是跟他的雷雨般的那种性格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组成一段我们最后的戏的高潮，也就是我们话剧里面没有的，我们杜撰出来的。然后就是
就是翻译对3个男人他生命中最主要的3个男人的3段唱，一个是周朴园，一个是周平，一个是周冲。那么周朴园的表达还是短短的一些个辰光，要拿周朴园搿个内心啊，搿个痛苦啊，周朴园也有伊个痛苦。你万万是分享到自家苦心经营的家庭，居然或者这样一群人来背后头来弄事体，所以很不理解，也是非常痛苦的。抓紧搿一个机会，所以我的搿个辰光实施啊，我啊，随是讲有一点那个张狂的搿个一个味道，是个非常愤怒的搿个味道，但前头一个追评引起了蛮大的反差。别奇怪，也别生气。今天我什么都会告诉你的。母子所讲，当时实讲许多人的没讲搿句闲话，那么手对得上种样子，你叫我和三姨哪样谈法子呢？你呀问我非议，有什么有余权？我以来从不贴真心，忙一不公，爹是义。有人没眼听，可有啊我非议，非是你笼中娘，他乃是开地里一红衣。是索飞鸟一方月，多少年不说人悲，我多是你。谁知讲你是家？这里的窗儿不睁开，那里的家具不许提在这家，一举一动虽不容易，一言也是理，说是为非不地地，你的是我风光，是我的为与杀争错了，错了，都错了，我进错了门，你说错了意，只是把你来我是手机。莫过于心已死，是平儿吹水下我只肯为的理，从此我
这件事给说出来，可是我没勇气。但我今天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停！随便了，老邢，啥地方有个地洞让我走一走。你别害怕，樊姨还是以前的樊姨，她喜欢听你说话，喜欢听你念书。我只想听你当你的曲，你是这家门卫，别一种提示花美酒，当司令听你是，我不是你的预谋，是你的心。听你是西巴不清杂日不瓦西，听你是即使米人之岁，你得谁背起你的对垒开容我在十月为当你心事代代的非佛意，你这虚情假意的对象会，你害怕了，你后悔了，你没资格后悔，后悔的是樊姨，她为此情神经的那几下，这还是谁们望对天，我这个一部心爱的豆手蹦一蹦后化为灰烬，谁从随便那听服下去？妈妈，求求你别说了，这也是妈妈心事家泪以后都惊开不清，虫儿在哪里？妈妈，儿子替死娘死归，我害得你一天恩怨压心的，我害得你苦度人生不遇见，这一天家笼在你几十年，我不替你父亲，不替你兄，分心于鬼多妻。对不起，虫儿，对
起虫儿，我也是让飞为必，只是面对家儿去难。那在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对于这个一部作品微微的继续去细细的去打磨，去提改啊，整体呢就是说，拿这个经典真正能够比较完美的、比较全面的来展示给了听众。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你爱的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类语中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豫场特别是知人心最叫最富有。今年松山气宇轩昂，那个太太叫费玉，粉型而漂亮，比周朴有也年轻20岁，里头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，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费玉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费玉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真是为神见神爱。这个一家四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再幽默，再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类语，伊是列举拿单于先生牛志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志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，尤其是单于先生辣类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类语的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，在这把弹扇上呢，就做了很大的文章。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。当然我也想过，大内翻译
跳出这个老路，但是我嘴边，我离开只最怕有这个三个字。我说啥？我没经济，没事业，我大多数为让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是特子服从，为是服从。我来让未必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。平，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注意的讲闲话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像是我来。你坐吧。哎，是我来个打开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下意识，一口没把手指砰塞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。长得羞羞红，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斗下去的，那个反应，反应看得清清爽爽。平，这把扇子你不会忘吧？难为的忘记，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头信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下开始。3年前。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，还辣盖只客厅。我记得你身上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袍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准胸口的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。漂亮到了三股像一幅油画啊！这个一把投手是90个手面上昂的柄，我顶顶欢喜里的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手面浪向应该画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矿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记不得里是早才想起，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在那一搭。对历史，对文学，对诗词，对艺术，最近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脑袋里只有是符合不得。于此，不困永清荣。到天津来一次，弟弟了广东外国，昆出命令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，是请追来要到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夫了屋里。谁请杜少爷陪着太太一道来，本一个面子吧。既然这个一份邀请，我是欣喜撒光，因为我辣让呼吸栏高的辰光，就迷上之昆曲，雨有惊梦，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，我打扮诗词，下驴上马车，就归在弄女皮的车棚拉下来。花车棚香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你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打扮得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你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！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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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路浪向是风光潋滟，原来是扶手的最美，但是谁懂个目光？我心里想，各种市场、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遇过的。到广东外国进包厢收店，台浪向小的顺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蓝瑞信呢？哎，叫啥个蓝瑞信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水道。哈哈哈！公主周夫人妇如东海，手比南山。谁让个目光盯老子包厢里向杀了啷口？我其实不知所措，外公爹来带着这边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 我心里想一眼，眼里细叫不落来。
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，我心里想释放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上想珍惜开场，这个2个角色一得栩栩如生，什么身份？我看得实在是只感慨肺气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徐拉里送给我这把头手浪向，或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2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丁丁玉里来让孤影自叹，反以真是个才女。我还想从个幅仕女图浪向看出这里个内心世界。2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海水喊了后续，对呀。大丽娘看似了上满单，其实你不就是了寻寻觅觅寻觅自家的知己嘛？朗朗清清，在那边一个女人不能够受2代的欺负。送来日的放水日，是放水。生啊去，是之梦，是这梦。是这梦。让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也是应该是避开生命。所以我专门去忙师傅的这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近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这个里向充分来表示这个专门里种囊中痛苦，里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师傅的身上向重新寻找到自我啊。说是专门里决定到矿上去的顶担心的。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比啊！啥天，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位羊，是一位可以让我追寻重新做人的羊，你不能比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不开就不开了。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你最哦？大山要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节目不能见，听总还听听个咯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飞机走过到脑子里，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天的死闹啥水，你都听到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与满腹花儿要与你待，一身风，
我乡里真切，叔儿你心生与我好期待，我爱你也来赴义心。哦，原来写的是嵩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如思春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个复合呢？我看出这里的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落去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河浪向的大丽娘。对呀、我反而不算是一群那情情绵绵嘛。我搞到这个10几年来，我上阵子冷冷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楚。小再有2个字：亲亲。对，多2朵眼泪滴答投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口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对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你才。我万万分想着，想自家73个追兵，正如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视作知己。突然之间，我调过身去，哈啦，我里来入怀中。我拿自家对那个冲动、爱慕、动人，统统推到这里的门前。所以说啊，两高头神瑞之一个，不该神瑞个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、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日语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搿个伤病，三个拿追兵梦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侬把手子去还拨你。这把扇子，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烧了吧。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我是特水后花，心意空。你是阳光，清晰来自身哦。一出惊梦，梦花魂，声声妹始终这为良。
悔当初年少轻狂，太后都开弓，那与为的计，我非议，终不会当错。既如你举了我，岂能够抛弃我？离开你，富贵的红花也将空。我是朝朝死这生死过，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功臣，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，一笔针，你不能计量新世纪，谁将他勾对是其中都。昔人是欲言后果，难道你非议莫语死啊哥？你怎能够得别人责怪我？况且这家素来从体面，有人恩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是体面，告诉你最佳被谁我都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私生子，你需要后一路女来抵哦。是你弟弟最最他告诉我。非议啊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事送金玉。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引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要我梦花魂，生生美始终这为了幸福手。非议呀，也
你只差你须的气，我是恨当初，悔当初，年少轻狂，太后都开弓那一位的计，我非议终不会当错。记住你举脸哦，岂能给抛平哦？离开你所谓的红花也将口。我是朝朝死这上死狗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公神，是你曾经引喻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谁将他勾勾对对是其中斗，昔人是欲引后狗，难道你非以母语死啊狗？你怎能够得别人责怪我？黄旗追将手来容体面，有人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是听你告诉你最佳被谁我都告诉你，你需要后羿儿女来抵欧，是你弟弟最最他告诉我。非呀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事送金女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引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要我在哪里？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两代的欺负，送来日的放水日，是放水。
搿让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还是应该是来使我学，他们是谁是记得空生会，于是间即家务上必须从此，打得我鼻涕淋上雪白，于是间或几声我来是雨，他在那黄土笼中快，所以这不是爱，这也不是情，这是债，是孽，是一生都还不清的债。我几次谁非我相信，不，大少爷。但是我回来我分析，那些都为啥分析？为什么？谁是因为呢？谁是因为你？是你把我狗杀的。你是谁家吹来的风？两岁岁十胸怀，不觉心中一扫阴霾。你都体贴好以为，像天使将我双手采，我走出我的头路，又带起来我的风啊！只要此生能与你私逢伴，永生永世我与你两相师父，你要相信我，原谅我当年的一念之差。我明天就走了，但是我的心会留在这儿。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堂堂正正的领进周家。你要相信我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的个鱼越落越大，这个一番闲话了，凡是头头说说听得相当的吃力，但是大概的意思你听懂了一个字，会。你阿拉自家所做的一切，你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呢，包括你自家。但是追兵啊，你再对不起个人，你却早死不地。你要想想我呢啊！你没有嘴两句，我毁了这个闷得杀人的嘴公锅里，那个让我活来离杀啊！口口声声也想报他路人的痛苦，实际上想那谁是为一个男人细心依据的本性来让心交口。那么我大家看看师傅听我的这番说话，会得有啥个反应呢？师傅真的感动，斗山牙刚也堂堂正正探我进门。虽说这句我曾经讲过记住，但是今朝听了你的话里，再杀人。斗山牙刚你是个罪人，一个人犯子错误，敢承认自家有罪，这个要有这话大的勇气，所以我反而觉着。那斗山也是天地下最狠的狠人，想得爱打娘们的斗人法罪全部忘记的，苍血一把，这手枪莽中啊的喷我，哎呀，你哪开得路呢，师傅啊？我知我，今天死也不开了，哪个气量能个到呢？哎，说是凡事啊，女人的爱有两种，一种是拿对方紧紧扎了水的死都不放，还有一种呢？是以宽容的心，让对方过得更加舒畅，更加幸福。你属于现在呢？师傅谁属于后在？周兵看见敞开，激动啊！虽然窗板上向打一打，啪跳到里向。大少爷，师傅，平放！
可14岁是搿点福沙克了，你想得到？不扎劲啊！没办法，只好嘴巴里向闹嘛，两个人紧紧相拥，像这样。仓部开得实当当，费姨跟过来立了仓跟水嘛，忙得里向去清清爽爽。过些辰光，费姨个张面孔啊，就白里翡青嘛，青里绯红。第二回我演的这个樊姨是亲眼看到周平和四凤已经拥抱在一起，那个时候，就是非常受刺激的，是一个几乎要疯狂了的樊姨，所以我第二回的唱段比较激昂，是用王月香调来唱的，所以唱到最后节奏非常的快，表现出他此时心里的一种愤怒啊，一种绝望啊，哪怕就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拼到底。你去想现在辰光的费姨啊，真正三个像二手没的想法，连那个雨堆里向一动不动。大雨倾盆雷龙刮风霹雳天。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你爱的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类语中篇这样的一个音色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豫上大别墅，知人姓追叫追破鱼。今年松山气宇轩昂，那个太太叫费姨，粉型而漂亮，比追婆友也年轻20岁，里头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，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费姨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费姨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真是为神见神爱。这个一家四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再有谋，再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类语，伊是列举侬单于先生牛子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子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。尤其是单于先生辣类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类语的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在这把弹扇上呢就做了很大的文章，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
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，当然我也想过大难翻译跳出这个牢笼，但是我追病，我离开只最怕有这个三个字。我说啥？我没经济，不事业，我大多数为了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是特子服从。为是服从，我来让回避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，平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做你的刚海我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像是我来。你坐吧。哎。是我来个打开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夏医生，一口没把手指砰塞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，长得羞羞红。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的下去的，那个反应，反应看得清清爽爽。平，这把扇子。你不会忘吧？难为得忘记，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头信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下开始。3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，还辣盖只客厅，我记得你身浪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嘛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正胸口的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啊，漂亮到了三股像一幅油画啊！这个一把投手是90个手面上昂的柄，我顶顶欢喜里的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一直在那想。手面浪向应该下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矿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记不得里是早才想起。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在那一搭，对历史，对文学，对诗词，对艺术，追凭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我得里只有是符合不得。于此。不困永清荣，到天津来一出，弟弟了广东为国，昆出命令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，是请追来要的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夫了屋里，谁请杜少爷陪着太太一道来奔一个面子吧。先生，这个一份邀请，我是欣喜撒光。因为我辣辣复习栏高的辰光，随迷上之昆曲，雨有惊梦，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，我打扮诗词，下驴上马车，就归在侬女。这是别开生面，所以拿专门去忙书房的搿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近于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搿个里向充分来表示搿个专门里从囊中痛口，里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书房的身浪向重新寻找到字幕啊。说是追兵里决定到矿上去的顶担心的，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变啊！啥天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味药，是一味可以让我追兵重新做人的药，你不能变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。不开就不开了，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
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来最哦？大少爷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见么不能见，听总还听听个咯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非是这个在脑子里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家的死闹杀谁都听那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与满腹花儿要与你待，夜深风，思不来，花在香，永远像梦是用心来。师翁啊，你我只不相离真切，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代，我爱你也来复议，心口也我爱你，小鸟一生死睡。你对我是否也相逢真悲？这地的恩情，我继续为你太执着，我心就亏。只想爱后一亏，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。来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好，其实大少爷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呢。师傅虽然讲分读故事，但这个句闲话的分量里听得出。不，大少爷，您怎么会是罪人呢？别谈这大少爷，您说我听着呢。男生，像师傅讲起来，属于比较年纪轻、比较纯洁，有交关心思，这个不应该用平淡传统搿种非常烂口的闲话去表现的。所以呢，有交关物事，这个应该从讲解点搿个人家朗诵啊，关于搿种影视方面的表演啊，应该讲解一点。我这一年多少要真心欢喜我师傅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我师傅有啥个资格追究哪个过去呢？大少爷，您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不，您别说。不，你让我说。不，大少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以往的一切我都不计较的。搿个闲话懂啊？我事体师傅搿晓得哇。葛么师傅既然能晓得你啥体分门呢？懂了，懂，是因为欢喜自家，所以姑娘让背头宽容自家，理解自家，真是理解万岁。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要打你讲，我也是要告诉你，风。大少爷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有了交往以后，我真是生不如死。有些话我说出来，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信，大少爷，您的话我都相信。相信？哼！
你心口相信史高郎一句，还不能相信周平的杂志。芳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我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做梦。哦，每日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我了，每个都是噩梦。我合上双眼，噩梦纷纷至，难得有几次道理这短短的，于是在一种昔日有这个粗蹦拉下来，哗，粗蹦响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您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打扮得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你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，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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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路浪向是风光旒沓，引来是扶手的最美，但是最多的目光。我心里想，各种市场、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遇过的。到广东回顾进包厢收店，台浪向相对生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咦，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烂瑞信呢？哎，叫啥个烂瑞信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水道。哈哈哈！公主、周夫人妇如东海，手比南山。西上个目光，顶老子包厢里向杀了啷口。我其实不知所措，回过头来对着这边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 我心里想一眼，眼里先叫我落来。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。我心里想，释放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浪向真戏开场，这个两个角色一得栩栩如生，什么身份？我看的实在是吃感慨肺腑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徐拉里送给我这部投手浪向，我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2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顶顶肉里来让孤言自叹，反映真实的才女。我还想送个福，仕女都浪向看出这里的内心世界。两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海水喊了后续，对呀。大丽娘看似了上买单，其实一副就是了寻寻觅觅、寻觅自家的知己们。朗朗清清。哦，原来写的是松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如思忖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个幅画呢？我看出这里的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逻辑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画廊上的大丽娘。对呀。我反而不就是一群那寻寻觅觅嘛！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我尝尽这朗朗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楚。小再有2个字：清清。对，都2道眼里滴答头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对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李然。我万万分享上，
想自家出山的追兵，竟然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视作知己。他说自己，我第二公生气哈啦，努力来日为中。我拿自家对那个冲动、爱慕、动人，统统推到自己的门前。所以说啊，两家头神瑞之一个，不给神瑞个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，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日语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，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搿个伤病，三个拿追兵蒙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侬把手子去还不离。这把扇子。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烧了吧？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是特水后花，心意空。你是阳光，一出剑。